观众朋友，咱来看到桌顶遮尔侪家私、遮尔侪物件，啊，遮个物件到底是要创啥物用的呢？人咧讲无家私无师傅，啊，遮尔侪家私师傅咧。观众朋友，你甲看，我即摆是比功夫愈来愈好，安尼即摆已经会当变出一个神女来啊！咱这个神女叫做啥物名啊？洪哥你好，我叫13。13，这名真有意境哦。13，咱今仔日要来变啥物物件，互大家咧？我要教大家伫厝内就会当做好食的食两冷。啥货？你讲桌顶遮个物件，就会当变食两冷出来？佫有一个法宝，当当，蛋糕。神女就是神女呢。正常一般，若毋是哆啦 A 梦，迄哪有可能安尼就拎出一个蛋糕出来？即卡蛋糕甲桌顶遮个家私，要安怎变出是两冷？好，行。砂糖30公克，牛奶250cc， 牛奶油750cc， 鸡卵2粒，麻2汤匙，还佫有要做汤乌的砂糖20公克，水30cc。咱即摆吼排阵已经排好势后，头一步要来创啥呢？咱即摆要来炒糖乌。咱先甲20公克的砂糖倒落去，火甲切倒，刷来甲水倒落去，等伊滚。好，咱糖乌炒像即摆呢，高高的模样，就会用子啊。另外2杯，咱来做麻仔口味的，直接甲放入去就好啊。即届咱来做有味的，咱就爱煮牛奶，先来甲250cc 的牛奶倒落去鼎锅仔内底，150cc 的牛奶油，30公克的砂糖。拿煮的时阵爱拿啦，爱注意哦，袂当互砂糖掉鼎哦。你手的这支吼，你这敢毋是5日节伫咧白灵船咧用的？嘿啊！洪哥莫讲装笑啊，这支咧号做软烤匙，软烤匙，再来甲卵卡落来，完整的2粒卵，用这支卵蜡。就留有温度，漂面才会能熟去，咱就爱拉较紧的，好一边倒入来，愈紧愈好啊！千万唔通停落来，网台啊！爱较凝一下，较有熟气的鸡卵，伊就会直接甲伊冻掉的，较袂。漂面哦，咱的口感无好，所来就是甲关顶的泡开起来，用咱的网虾，甲关顶的泡好起来，准备好势就放落去咱的熬。我是做够强强。所来，咱就是要来吹咱的鲜两冷啊！吹卵嘛，吹卵是爱加水。什么吹卵？鲜两冷。甲准备好的150cc 的水添落去，甲准备一箱猪。哟，这猪是要创啥？这猪咧，就是莫互伊当中拔去，因为咱电锅的温度咱无法度调测，所以咱爱有一个空芳。哦，迄个气会当透出来。对，袂变做古早味的炊卵，亲像芳寿共款的炊卵。炊卵我嘛会当接受啊。这吹好啊，安尼这会当食呢。也袂用煮，也袂用煮。
啊，未哦，这毋是熟啊？咱爱冰6点钟，伊的口感才会好哦。我这爱过冰的哦。啊，讲今仔甲冰，哦，我袂煮蛋啊。这个去。安尼咱就摕来冰啊哦。咱即马即个是两冷已经冰甲有透心啊，啊，刷内底安怎甲处理？红过来，先闻看卖这是啥？这内底这是蓝啥？这吼，就是咱的芳叶蓝。一般咱咧食这个时阵，咱拢会食到外口化学调味的，较罕的人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个物件是即种芳开。咱即马来教大家做烘不累。烘不嘞？对。我这铺这么高。咱请来特别来宾花鸡。这支叫花鸡，伊是咧烘释迦供的用的。哦，牛鸡啊！对。牛鸡。小可有迄个，臭蛋。对，迄个色水出来的时阵，咱就停止，会互凉。倒的，赶紧。袂当用笨的哦，无这样拖出去哦。一两冷啊，想要讲，咱想讲要甲即个拖做即个名。其实我伫学习台语的时阵呢，我家己有伫网络观顶参考一寡外来语的词，啊，一直查无讲。夫人即个物件的台语是啥物？啊，既然我是专门咧卖这个，我就爱家己互一个有姓名的台语名。啊，我就受伊的做法，啊，甲伊的原料，啊，即个物件是用牛奶甲鸡卵去做的。啊，伊也有分半熟甲全熟。啊，伊的做法佫有吹甲烘。啊，若想要甲伊统一，有一个讲法。我就甲想做是讲熟两冷。哦，安尼咱即马对即个名，就是讲有一个更较深的迄个明白的体理。希望大家呢对新的台语词咧，会当有更较侪发想。算讲互伊更较侪。对，互咱的语言有遮的活力。这集感谢莫大人味手做是两冷赞助。你在笑啥？哦，你莫看我安尼是安怎笑甲会牵死，是安怎会笑？拜托，即间哦，算讲是主持人的福利啊。头一节开始，快出外景，搬山过海，去啥物动物园，看啥物牛脑骨，行到骹就要转去。即马总算是讲哦，有即个是两冷通我效啊，我搁毋紧来甲效一个。遮尔好食，口感遮尔绵，这个是两冷啊。你当初是安怎学着讲遮尔厉害、遮尔奇巧的物件？当初是因为足介意日本文化，啊，所以就去找一间日本人开的餐厅去做工课。啊，迄间餐厅内底，头家足慷慨，店内有的料理拢会使食。啊，我头一遍食到即种手工的食两冷的时阵，我真正是惊死人！我哪会伫外口拢买无即款的食两冷？啊，迄阵敢有甲我共阮笑甲安尼？是无啦，我逐工拢有通好食啊！算讲这是算过咸水去日本学大的。哦，无是伫一个伫台中，啊已经生活诚久的一个那家亚马桑开的店。哦，了解。算讲毋是人过咸水去日本学，是师傅过咸水，咱才学起来。对啊。会当感受讲，咱即个台语啊，甲咱即个是两冷安尼甲做结合，啊毋知影讲13对台语的感情安尼。我对台语的期待咧是希望讲，不管是外来的，还是咱在地，咱拢有台语的名词会当用。啊，咱若是目前无台语的名的物件，
咱会当用家己的思考方式，不管是伊的做法，还是伊的功能，咱来去替伊互一个家己名，互大家会当互即个语言的延续落去。这真正是讲吼，咱这个节目上重要的精神，就是讲吼，对，会当互台语有对咱这个时代做伙行。边仔这这是无炒过的米芳，米芳有崩过哦。有放过。我建议你家己淋伫即个口味观点，安尼食伊的气味会更较高级哦。哦，这个米芳吼，伊念一个是两冷顶罐吼，所以看起来真好食款。算讲咱这有店面嘛吼，大家若有经过遮，会当小入来食者。先莫讲，我要先食。洪哥啊，你敢知影是安怎我遮尔慷慨，请你食到遮尔澎湃咧？等下，我即喙先食咧。你通讲啊？我是有目的的哦。有气度哦。你有啥要气度？当然的咯，观众朋友，咱时常伫手机啊面头前看洪哥的画的迄 slogan， 其实我嘛哈真久啊呢，等一工等了有够久的啦，今仔日就换我做主持人。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。